大家好，相信有不少朋友都有睇咗啱啱星期日嘅戀愛真人 show 女神配對計劃第二集，當中有一部分簡單介紹咗三角紅色長台約會嘅現場環境，即時令到節目有種緊張嘅比賽氣氛。未繼續講之前，請大家支持，先撳埋免費訂閱嘅鐘仔，多謝大家。講返呢套劇，一開始幾位女神都輪流在三角台現場出現，大家都係對新場地感到好奇和緊張，唔知到時要做什麼。咁又係，幾位女神應該可能都未試過呢種玩法。有網友就問，如果班女神食下嘢突然間肚痛，想行出去廁所點搞啊？唔係要捐台底出嚟咁肉酸啊？另一網友就話，完全唔需要擔心，因為大機構設計呢張台之前，一定會想好呢種咁基本上嘅日常問題。繼續講返呢套劇，開場冇幾耐，兩位運動員男士嘅對話互動上，俾觀眾覺得大家好似有些醋意喎。當林保希眼見曾展望進場後搶晒風頭，則忍不住酸溜溜話 GM 一入嚟，我就覺得原來係同事，即係一組識嘅，咁應該會好多嘢講啊。有網民話，梗係啦，最強勁嘅競爭對手出現咗，當然會有點酸溜溜的感覺，但相信好多人嘅焦點其實都會落喺曾展望身上。當佢出場時，他那份自信心，好似自己返到主場一樣，好有王者氣勢。及後他跟葉倩文的兩三句對話，有好多網友都覺得好似兩個熱戀情侶，旁若無人的公然係度打情罵俏一樣。短短簡單的兩句對話，已經令觀眾覺得他們好 sweet。其後節目去到尾聲，主持人林盛斌終於出場，講解了這場三角台約會的比賽規則。一個唔小心，成餐飯分分鐘連女神正面都見唔到之餘，仲有機會隨時被淘汰。其實製作組會根據葉倩文嘅揀偶條件，定咗一啲考驗，每個回合贏咗嗰位，就可以喺嗰尾送到面對面去了解葉倩文，同佢溝通多啲。另外兩位就唔好意思啦，淨係可以望住側面或者背面。經過咗3個回合，最低分嗰個，唔好意思啦，係有機會被淘汰。有網民覺得，其實要係鏡頭前一路影住食餐飯一點都唔容易，再要係兩位情敵隔離一齊食飯更加唔容易。梗係啦，同女神食飯喎，邊可能有咁容易啊？有得一齊食餐飯已經好有榮幸啦。今日就同大家講到呢度，記得幫手撳埋免費訂閱嘅鐘仔。下次見，拜拜。